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？这是一个古老而宏大的问题，横跨时空，萦绕在每个时代的人类心头。从人类意识诞生之初，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，我们依然无法用简单的公式为这个问题下定义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它成为人类思想与文化的永恒命题。一些人从宗教中寻找答案，一些人透过哲学思考去挖掘意义，另一些人则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寻求感悟。以下让我们从多个层面展开讨论，细致地拆解这个问题。一、生命的生物学与生存本能。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生命的首要目标似乎是延续自身。生物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基因的传递有关。进化论的核心观点认为，我们的本能，包括进食、繁殖、保护自己和后代，最终都指向了物种的生存与延续。这是生命的基本层面，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共享的根本动力。但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复杂行为。人类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思考自己存在意义的生物。我们不仅渴望活下去，还希望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。这种对意义的渴求是纯粹的本能所无法解释的。也许这种超越基本需求的思考本身正是人类独特之处。如果仅从生物角度理解生命的意义，会让人感到冷漠甚至无趣，因为它忽略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。人类并不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，我们还追求幸福、成就、爱，以及其他一切让生命充实的东西。二、心理需求与幸福的追寻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清楚地展示了生命的多层次意义，从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，再到社交需求、自尊需求，直至最顶端的自我实现，每一层次都对应着人类不同层面的追求。一、基本需求与生存的基础。在最基础的层面，人类需要满足饥饿，渴望安全，远离危险。这些需求关乎生命的延续，但仅仅满足这些需求，无法让人感到真正的快乐或满足。二、情感需求与社会连结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，爱与归属感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我们渴望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，无论是亲情、爱情还是友情。这些关系赋予我们生活的温度与意义，让我们感到自己被需要，也让我们能够超越个人的界限，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。三、自尊与成就。在更高的层次上，人类渴望获得认可与尊重。成就感来自于努力的回报，来自于克服挑战并达到目标的过程。这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，也是对自我能力的确认。四、自我实现与超越。最终，人类的最高需求是达到自我实现，也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，找到生命的目的。这一层次的需求高度个性化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有些人透过创作、科学研究寻找意义，有些人则在教养孩子、服务他人中感到充实。三、爱与连结，人类的核心需求。爱与人际连结是人类赋予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之一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便需要父母的爱与关怀。成长过程中，友情和爱情的出现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。一、爱的多重面向。爱是一种多维度的情感，可以是浪漫的、亲情的、友情的，甚至是对于自然与世界的爱。爱让我们感到被需要，也让我们发现自身的价值。许多人一生都将爱作为生命的核心，因为它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意义感。二、责任与牺牲的意义。爱也意味着责任。对于父母来说，抚养孩子可能是一件辛苦的事，但孩子的笑容能让他们感到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。爱需要付出，也需要牺牲，但正是这种过程让生命显得更加深刻。三、失去与成长。当爱的关系破裂或挚爱离去时，我们也会体验到痛苦与孤独。然而，这种失落感往往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，让我们学会如何更深刻地爱与接受爱。四、个人自由与自我实现。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沙特与尼采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观点：生命本身没有固有的意义，人类的任务是透过选择与行动为自己创造意义。这种思想充满了自由的气息，但也带来了挑战，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生命的意义托付于外界，而必须主动去寻找或创造。一、
自由的代价。完全的自由也带来了一种深刻的责任感。当没有外在目标引导我们时，我们可能感到迷失，甚至因为担心选择错误而焦虑不安。然而，也正是在这种不确定中，我们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。2. 创造的喜悦。艺术家、科学家、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生命赋予意义。他们的行动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改变，更是一种内心满足的过程。无论成功或失败，创造本身便是一种意义的实现。5. 宇宙的尺度与人类的渺小。当我们将视野从个人延展至整个宇宙，生命的意义似乎变得更加微不足道。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存在只占据宇宙历史的一瞬间，而地球本身也只是浩瀚星海中的一颗尘埃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些人认为生命本身毫无意义可言，但也有一些人认为，正因为我们的存在如此短暂，才更显得珍贵。与其试图寻找某种宏大的意义，不如专注于生命的每一个当下，将我们的有限生命过得充实而丰富。6. 接受生命的本质，从问题到实践。或许探讨生命的意义，最重要的并不是找到答案，而是学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。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在《活出意义》中指出，即使在极端困境中，人类仍能透过自己的态度与行动找到生命的意义。这种意义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对经历的诠释。1. 活在当下。活着的意义可能不在未来的某个目标，也不在过去的某段记忆，而在于当下的每一刻。无论是微笑、感动，还是面对挑战，这些片段构成了生命的全貌。2. 意义的多样性。每个人的生命意义都是独特的，没有统一的答案。有人从宗教中找到指引，有人从爱中汲取力量，有人则透过探索未知感受到快乐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，并在其中找到满足。结语：寻找的旅程。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？这个问题或许无法被一个简单的答案填满，但我们的每一次思考，每一次尝试，都为这个问题增添了新的可能性。人生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我们的经历与成长而不断变化。也许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到那唯一的答案，而是透过这场旅程，学会珍惜、感恩与创造，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与活力。